我係尖沙咀大華，喺度冇人唔識我，邊個夠膽攔我就斬咗佢。曾經喺阿 Sir 面前牙刷刷講過呢一句嘢，之後就俾人押咗入差館。佢同新義安嘅尖東霸王李泰龍打過一場，結果俾人打到落花流水，但係之後竟然仲做咗香港最強社團嘅助管。佢就係和勝和社團嘅猛人大華。大華喺60年代中期出世，喺香港尖沙咀，原名陳文華。嗰陣時港英政府管理不善，搞到黑道勢力好猖獗，仲同唔少差佬勾結，搞到市民生活好慘。後來5億探長呂樂上位，隻手遮天，仲定咗地下秩序，香港嘅社團發展得仲快。陳文華就係喺呢個黑道最囂張嘅時代出世，各大社團大肆招人，加上嗰陣時嘅父母淨係顧住揾錢養家，冇時間理啲細路嘅教育，搞到好多後生仔喺反叛期俾人誘惑加入黑道社團。陳文華就係其中一個。70年代尾10幾歲嘅陳文華就加入和勝和社團，拜喺大佬大飛門下。陳文華雖然脾氣暴躁，但係因為做嘢乾脆利落，又有身手，深得大佬大飛嘅賞識。但係社團大佬蘇權帶住大飛去圍攻對手，結果俾警察拉咗坐監，搞到陳文華嘅晉升速度都慢咗落嚟。直到1992年，大飛重出江湖，開始大規模招募人手。陳文華作為舊部下加入，喺大飛嘅帶領下，幫和勝和打咗唔少地盤。到咗1996年，雞腳黑做咗社團坐館，社團地位更上一層樓。嗰陣時，香港就嚟回歸，新義安社團係江湖中最有勢力嘅，尤其係尖沙咀呢個旺地，差唔多全部俾佢哋控制晒。但係龍頭案事件之後，新義安高層接連俾人拉咗，有啲甚至俾其他江湖勢力做低。新義安知道形勢唔對路，就投靠咗朝廷，開始轉型做生意，江湖勢力都開始收斂。但係雞腳黑就趁機擴張，仲大肆試探新義安嘅底線，不斷侵佔佢哋嘅地盤。喺尖東，甚至連新義安長期獨霸嘅屯門雞腳黑都嘗試過去分一杯羹。最後雞腳黑帶領嘅和勝成為香港江湖最大嘅黑幫社團，聲名顯赫。而陳文華作為和勝和社團嘅大佬之一，自然都受益匪淺。佢成為和勝和油麻地嘅話事人，喺嗰度呼風喚雨。呢個時候佢氣焰非常囂張。2002年，佢睇中咗尖東一條好旺嘅酒吧街。雖然條街以前一直俾新義安、尖東霸王李泰龍控制，但係陳文華唔理，佢帶住100幾十個馬仔，用收管理費嘅名義到每間酒吧收保護費。酒吧老闆們都係咁怨，佢哋啱啱交完李泰龍嘅錢，又要再交一筆俾陳文華，呢啲費用太多啦。有啲人唔敢出聲，有啲就直接打999報警。但係陳文華唔以為然，佢甚至對住警察大聲喝道：我係尖沙咀大華，喺度冇人唔識我，邊個夠膽攔我就斬咗佢。睇得出嗰時嘅陳文華非常囂張跋扈，完全唔將警察放喺眼內。最後雙方喺街頭推咗個幾鐘，後嚟支援嘅警察越嚟越多，陳文華只可以乖乖跟住入差館。但佢好快就俾人放咗出嚟。李泰龍俾人叫做尖東霸王，係新義安嘅中堅力量，脾氣好暴躁。陳文華為咗搶李泰龍嘅地盤，特登去李泰龍嘅酒吧街收保護費，引發咗一場龍爭虎鬥。佢哋喺尖東一間酒樓見面，但係傾咗好耐都冇結果。最後李泰龍率先喐手，陳文華實力唔夠李泰龍，只可以退到街上。點知李泰龍一早派咗大批人馬喺度伏佢，最後陳文華狼狽咁走甩。事後陳文華自己走去醫院包紮傷口，啱啱俾記者影咗相。
第二日仲登上咗各大報紙嘅頭條。呢件事傳到滿城風雨，甚至仲傳聞陳文華當晚跪地向李泰龍磕頭，李泰龍先肯罷休，但其實冇發生過呢一個情況。呢場仗搞到佢受咗重傷，左耳聾咗，佢亦因此變得更加低調，唔敢再隨便挑釁。0.3比起當初鬧阿 Sir 嘅情形，佢臉上已經冇晒半點光彩。陳文華戰敗同聖和社團點會咁輕易算數？社團高層多次派人揾李泰龍傾，但李泰龍嘅人生座右銘係永不妥協，今次都一樣冇退縮嘅意思。新義安社團都有嘗試調解呢件事，由尖東知府杜連順親自出馬，帶住錢嚟賠俾陳文華。但係陳文華拒絕咗，佢認為一定要李泰龍親自嚟賠償，所以陳文華同李泰龍之間嘅矛盾越嚟越深，兩個人嘅鬥爭亦變得越嚟越激烈。好彩有陳慎之出面幫手調解。陳慎之後生時好出名，識咗好多江湖豪傑，所以喺江湖中好有威望。雖然佢而家唔再撈江湖，但佢仍然可以喺江湖中起到調解作用。陳慎之見到陳文華同李泰龍嘅矛盾越嚟越激烈，佢覺得唔可以再咁發展落去，一定要出面打圓場。雖然陳文華堅持要李泰龍賠償，但係李泰龍依然拒絕。不過有咗陳慎之嘅幫手，陳文華同李泰龍之間嘅矛盾慢慢消失咗。雙方逐漸默認咗和解。喺2006年陳慎之結婚嘅時候，陳文華同李泰龍都一齊出席咗婚禮。不過喺呢一年，李泰龍又一次得罪咗和勝和嘅人，仲用酒樽整爛咗勝和猛人文新忠塊面。3年後，文新忠復仇成功，李泰龍命喪黃泉。都係喺同一年，陳文華同崩嘴崩一齊俾社團叔父們睇中。崩嘴崩做咗社團嘅坐館，陳文華就做咗社團嘅渣數。佢哋之所以可以成為呢一屆社團嘅話事人，都係因為好多機緣巧合喺入面。第一，上一任嘅話事人同埋同佢哋一齊候選上位嘅人，全部俾人拉過。阿 Sir 一直都關注住社團嘅一舉一動，亦因為呢個原因，好多大佬對坐館個位都望而卻步。崩嘴崩係14開爾文超級大佬叉仔添嘅姑爺，喺江湖上好食得開，佢好有生意頭腦，而且為人八面玲瓏，幫社團賺咗唔少錢。正因為呢個原因，崩嘴崩俾社團超級大佬尤伯睇中，直接指定讓崩嘴崩上位。社團裏邊冇人夠膽有異議。至於渣數呢個位，就係由陳文華嘅大佬大飛全力推薦俾陳文華擔任。大飛長袖善舞，喺社團高層中好食得開，而且曾經都係坐館，所以佢推薦嘅人好大機會都上到位，亦因此獲得咗金牌經理人嘅稱號。雖然阿 Sir 一直都監視住社團高層，但都仲有啲人想上位。其中就包括咗白頭仔，江湖人稱佢為上水皇帝，但因為佢得罪咗好多人，為咗利益仲搞出同門自相殘殺嘅事，所以社團高層都認為佢遲早會出事，最後選擇咗陳文華。喺陳文華成為話事人之前，同勝和嘅坐館都係2年一任，但係陳文華呢屆佢哋打破咗呢個慣例，改為3年一任。呢一次打破慣例，亦導致後面出現咗3座館同4座館嘅情況。當然，香港回歸後，黑道受到嚴厲打擊，社團嘅發展亦一落千丈。從商業角度嚟睇，加入社團就等於向一個冇希望嘅產業投入資金。陳文華上任之後，一反常態咁變得好低調，差唔多冇咩可以報道嘅嘢。直到2019年，佢嘅生日派對先重新返到大眾面前。陳文華喺尖沙咀搞壽宴，擺咗20幾圍酒席，邀請江湖上有頭有臉嘅猛人嚟慶生。
其中有14開爾文嘅罪惡大佬華喜，有14開爾文九江街嘅立章，有新義安嘅總教頭蘇龍等等。社團裏面好似雞腳黑同大飛呢啲有頭有臉嘅前輩，亦到場為佢賀壽。